来看高雄仁武有一间放塑胶的仓库早起发生火灾，清出乌烟，连这光山坚定拢当看到。这附近的住户呢讲，这臭味乌烟拢吸入到因兜，伫咧厝内面也着爱挂水暗。这个火势伫3点钟后就来拍花，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。那这环保局也依照违反空污法，罚业者罚到上悬500万。 几啊声爆炸的声对高雄仁武区这个仓库传出来，火势真猛，烟雾阁较惊人。乌烟是一直对天顶冲起来，钢线前顶顶顶，到伫较悬的所在的居民拢看得到。闻到那个很臭的味道，所以我们附近其实不太可能会有那个味道。农业嘛飞去高铁的轨道和附近的社区大楼，高铁检视了后，营运正常无受影响。不过大楼的居民却开始紧张啊。民众住在大楼离火场差不多100公尺，厝尾顶规个拢烟蓬蓬，入去到厝内，就算第一时间把门窗关起来，烟雾嘛是走入来，连伫室内拢爱挂炊烟。伊开始混的，我就赶紧把门禁关起来啊，窗门禁关。后来你看烟都一直入来，一直入来。那因为现场是塑胶粒，所以那个黑烟比较多。那我们也调用了泡沫自己的泡沫以及临近工业区。火灾伫3点钟了后拍花，消防局表示讲，到场的时阵火势真猛，初步真歹判断导火点和导火原因，接落来爱互火调人员接手厘清。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啊，因为放的东西是蛮安全的。 风正头搁在斗3工，烟雾恐惊是飞过较远。市府提示讲，伫红尾的仁武大厦这所在的居民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而且把门窗拢关起来。疑似管理不当引发火警，致产生明显异味及烟雾，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。环保局表示讲，业者应该做好较会烧起来的物件的公共安全和环境管理，煞无做好，嘛监测到火灾现场有明显的臭味烟雾，认定业者违反空污法，相关业者会罚款5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